礼拜六就要投票啊！选举公布，唔知咱乡亲敢有看到？因为即马公布甲投票通知单已经陆续寄出去啊！其中有几个证件，即个真正引起大家注意。上明的就是中华关第一选区二号选人叫苏君杰，公布点名伫求婚，依照参选立委规定，你爱纳20万块的保证金，也就是讲，伊安尼讲求婚上无爱开20万。 小小的火锅，蚵仔掺伫内底煮，食起来绵绵松松。不过到底敢会当加入去火锅内底煮，都有候选人放伫咧证件内底。台北市第六选区5号候选人朱一平证件是坐买13项，不过真正看上尾一项竟然是火锅料袂当加蚵仔咖喱饭，袂当巧，趣味的证件够有戏。在我10几年前，你年轻的时候有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然后我有在想说。 可能在全国的报章杂志上面跟他求婚之类的。中华关第一选区2号候选人苏君杰真情告白，真正互全台湾的人拢听到，伊的证件直接摕来求婚。根据参选立委规定，爱纳20万的保证金，也就是讲，伊上少开20万，伫咧选举公布求婚。有一点跟一般的政见比较不同，或许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，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他。 引起讨论的，还有基隆市2号立委候选人黄吉雄，主张现主席宪法罚甲收轻，伊建议应该增加罚写制度，罚写道德轻。天方夜谭，外谈哦。哎呀，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社会的需要嘛。事实上有点枯手了，在现实社会。 是不太可能。立委的选举就要到选举公布送到选民的手头，候选人的证件全台湾大放送，就看民众会甲上支持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